有人話呢度係全世界最奇怪嘅首都，又有人話呢度係中亞嘅杜拜。其實呢度係哈薩克嘅首都阿斯塔納。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到我嘅 channel。上嗰幾集我哋去完哈薩克最大嘅城市阿拉木圖。雖然阿拉木圖係哈薩克嘅經濟同埋文化重心，但其實喺1997年嘅時候，哈薩克已經遷都去咗阿斯塔納。而呢個城市距離阿拉木圖只要大概搭1個鐘嘅飛機就去到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就順便去埋呢一個咁特別嘅首都，亦都係全世界最年輕嘅首都阿斯塔納。咁點解哈薩克要將首都由阿拉木圖搬到去阿斯塔納呢？或者啱啱睇到地圖你就估到答案啦。冇錯，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地理位置啦。因為阿拉木圖距離國家嘅主要中心咧實在太遠啦，而且咧佢同其他國家嘅邊境位置非常之接近，有一啲嘅安全顧慮，而且佢更加係位於地震活躍帶，所以咧非常之唔適合做首都。而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想擺脫蘇聯嘅影響力啦。雖然阿拉木圖係好重要嘅文化中心，但係咧唔少地方依然有前蘇聯嘅風格啦，同埋影響力。擺脫咗蘇聯嘅哈薩克咧，其實都好想建立自己嘅國家形象，而揀一個新嘅首都咧，就可以幫佢建設一個現代化嘅國家啦。而最後一個原因就係因為阿斯塔納其實好符合新嘅需求，因為佢係位於中部嘅位置啦，面積大，生態環境好好，有好多空間可以建設，而且因為哈薩克嘅國土面積非常之大，如果首都係位於國家嘅中心咧，都能夠幫助到成個國家嘅地區穩定。因為咁樣，所以咧新首都就搬到去阿斯塔納啦。咁等我帶大家去睇下阿斯塔納究竟係個點樣嘅城市啦。第一站我哋嚟到阿斯塔納大清真寺，呢個清真寺係中亞最大嘅清真寺，世界排名第7，總共可以容納23萬人。而呢個清真寺亦都係我見過最現代化嘅，你睇下裏面仲有扶手電梯添。我覺得呢間清真寺咧，佢成個嘅設計咧都非常之典雅。就算唔係信徒咧嚟到呢度參觀咧，你都可以感覺到嗰份莊嚴啦，而且咧行落去都非常之舒服㗎。我最中意咧就係佢嘅禮拜堂啦，尤其是咧佢嘅圓頂設計，嗰種顏色咧係非常之和諧啦，同埋非常之高級嘅。而我覺得最特別咧就係佢呢一間清真寺咧，竟然有一個觀景塔。而呢個觀景塔咧，可以居高臨下咁樣望住成個阿斯塔納嘅城市景啦，亦都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咧去睇下呢一個清真寺嘅外觀。所以咧，如果你嚟到呢一個清真寺嘅話，唔好唔記得去到呢一個嘅觀景塔望一望啦。參觀完清真寺之後咧，就差唔多去到我哋酒店嘅 check in 時間啦。咁而我哋今次入住嘅酒店咧，就係阿斯塔納嘅 Ritz-Carlton。而中亞嘅物價咧，相對係比較低，所以喺呢度住咧5星級酒店一晚咧，都大概只係港幣千零蚊左右，咁所以非常之划算。咁我亦都好推介大家咧可以入住呢一間嘅 Ritz-Carlton，佢嘅地理位置非常之方便啦，又好近唔同嘅購物中心，而且咧裡面嘅環境咧非常之舒適，貫徹咧一貫 Ritz-Carlton 嘅作風。咁仲有啦，佢亦都咧送咗好豐富嘅 welcome snack 俾我哋，咁整體體驗咧我都非常之滿意。如果大家會嚟到阿斯塔納嘅話，我都好推薦呢間酒店。咁休息完一輪，我哋就繼續喺市區 explore 下啦。喺2017年，阿斯塔納咧就成功舉辦世界博覽會，主題就係未來能源。而今日咧，我哋亦都嚟到咧當年園區嘅主題。呢一個嘅球體建築物咧，其實亦都係世界上首座全個透明嘅球形博物館。外牆由3層玻璃組成，睇落去咧就好似一個巨大嘅水晶球咁，象徵住未來同埋科技，亦都係阿斯塔納嘅地標之一。咁如果想感受下當年嘅世博，就不妨嚟到呢一個園區行下啦。之後 lunch time 我哋揀咗一間哈薩克好受歡迎嘅西式燒烤餐廳。呢間餐廳咧佢有歐洲嘅 style 啦，咁而佢最出名咧就係牛扒同埋馬肉兩款，我哋都試過，食過咧肉質非常之嫩滑，而且燒烤味咧好香濃，非常之推介俾大家。
喺阿斯塔納散步咧，真係處處都係地標啊！而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咧，就係呢支波板糖啦。而呢一個塔咧，亦都咧代表住希望之樹，佢亦都咧係喺阿斯塔納嘅正中央，所以咧你好容易揾到佢噶。而晚上嘅時間，我哋揀咗一間咧，被譽為係國宴級嘅餐廳。呢間餐廳咧就係主打咧最具代表性嘅哈薩克菜。呢間餐廳佢嘅內部裝潢非常之講究，有好多民族元素嘅裝飾，例如地氈啊、傳統圖案，就連佢嘅餐牌啊、餐具啊都非常之有特色。呢度嘅店員都好好，佢哋好有心機咁同我哋介紹哈薩克值得試嘅菜式，我哋都叫咗幾款佢推介嘅，食落都唔錯㗎。呢間餐廳除咗環境靚，而且職員嘅態度非常之好之外，更加重要嘅係咧，你有機會可以睇到哈薩克嘅歌唱同埋音樂表演。食飽飽，我哋就繼續行街啦。咦？唔知大家見唔見到喺市中心裏面突然之間有一個嘅帳篷形象嘅建築物呢？呢個其實亦都係阿斯塔納另一個非常之具有代表性嘅建築物，就係帳篷商場啦。佢唔單止係一個商場咁簡單，而且同時間佢係用咗一啲特別嘅物料，可以咧抵抗極端天氣。話俾大家知啊，其實阿斯塔納係世界上第2棟嘅首都，佢全年嘅氣溫咧溫差非常之大。而呢個帳篷嘅設計就係可以令到市民1年365日都可以喺度娛樂同埋購物。裡面咧嘅室內咧非常之舒服，有超過100間嘅商店。所以呢個商場唔單止好受當地人歡迎，佢同時間亦都係反映咗當地對氣候同埋建築科技嘅適應同埋突破。去到第2日，我哋今日主要咧就係去參觀哈薩克嘅國家博物館。如果想認識哈薩克嘅歷史同埋文化嘅話，呢個博物館你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啦。博物館裏面有多個展區，包括史前時代、游牧文化同埋哈薩克嘅民族資料，呢度都可以一次睇到晒。仲有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呢個首都嘅發展歷史同埋設計藍圖。博物館最頂層嘅位置就係呢度嘅藝術館啦。如果有興趣中亞文化同埋中亞美術嘅話咧，都不妨嚟到呢個博物館參觀一下㗎。行完博物館，我哋行下去咗一個住宅區，揾咗一間好多人推介嘅烏茲別克餐廳試下。呢間餐廳嘅環境咧色彩繽紛，咁雖然我自己就未去過烏茲別克，但係都好想試下咧，究竟烏茲別克菜係點樣樣嘅。佢嘅賣相咧，其實同我哋中式嘅菜式都有啲類似，應該係接近新疆嘅風格，但係味道咧唔算話好濃郁，食落去都舒服嘅。食飽飽，我哋就差唔多起行要返香港啦。阿斯塔納真係一個有好多唔同類型風格建築物嘅首都，有啲風格好前衛、好特別，放晒落去同一個城市度，唔怪得知 CNN 會話呢度係風格最怪異嘅首都啦。呢幾日我哋都喺阿斯塔納唔同嘅地方參觀，其實整體都幾舒服。如果時間許可嘅話，你哋去完阿拉木圖都不妨嚟呢度走一圈啦。多謝大家收睇呢4集嘅哈薩克之旅。如果鍾意嘅話，唔記得俾個 like 我啊，同埋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下次去下個地方再見啦，拜拜。